各位聽眾，佢在歡迎人到嚟收聽邊個學嘅節目。你邊？一個禮拜，我能夠俾家人講幾個故事了。因為這禮拜，我能夠帶俾家人為這新招哈，新招為對嚟講幾個故事嘛，到底 Clubhouse 入邊嘅阿里巴巴。Clubhouse 邊嘅Clubhouse 特別嘅邊介紹係成南西歡迎個大家好，個你冇自己嘅會過來咩？你當面請嘅好？我用 echo 啊嘛，我後邊有 echo 嘛。哦有咩？實冇未睇到。ada แล้วก็อาจิว唔知คุณอะไรอาจิว哎呦驚小人多曬做嘅阿จิว困起阿玲困起未啊阿玲嘅阿媽其實困嘅阿玲但係佢開掉個跑數誒阿未困過哦哇แล้วก็半減啲條แบบ表半減啲歡迎 hello แล้วHello Thais Family ตอนที่YouTube เลยแล้วก็阿里巴巴歡迎阿里巴巴就希望就開幾個數俾記起來講幾個數阿里巴巴歡迎一直來當想聽幾個數嘛 OK 咁歡迎阿里巴巴肯定會到對嚟介紹啊 Clubhouse 唔係 Group Chat Group Google Meet là cái gì tôi tính là gần con Google Meet là hòa này của tao kìa大家好個 auditor Hello，大家好。個校長 Mana ada pengundi hantu? 阿龍你小英冇中你頭冇到啲中嘅你識選你 camera 未咩你 camera 未選你咁掉喺 computer 上兩個我俾佢寫話，冇可能看到話嘛。哦我咪一直字都嚟講。嚇俾你特晚就刷隻股我直接俾緊就俾佢寫，我講茶菇講未了。個阿涵歡迎阿涵 hello 大家好。所以阿涵我扎啲阿涵喺邊咯喎就係大隻阿涵แล้วก็กิลี歡迎กิลี Hello，大家好。กิลี你在拍環哦不會咩？拍環你你特別會是啲有馬子咩？特別知道講幾個數數就會幾開環啦冇人後尾幾個數會聽到上大聲後尾幾個 music 會聽到上大聲會聽到冇聽到冇 music。OK， 我開個大聲一步。我真係是冇大聲啦。OK。啊 background 淡薄啦，你聽得淡薄。我แล้ว這禮拜佢在跌到對啊，這個你。你有發壞啊？但係發壞隻啊嘛。你咪壞咯，咪看下呢邊咪較大咯。背。แล้วก็三六三冇出到聲，冇開 camera 是嚟聽下。有我聽。OK，歡迎。แล้ว這禮拜我較久冇落幾個數咯，到底係落幾個數？頂這禮拜我聽到幾個，是頂個月聽到幾個數咧，是我去我朋友嘅厝落嘅嘛，所以係你就只記哩聽講頭嘅個數嘅了，
特別人未聽過，未放過。這是 future 嘛，這是 future，所以這真是未放過啦。然後這禮拜 OK，咱咪學你咱嘅這個阿里巴巴先講先，阿里巴巴都準我阿里備。巴巴唔係講成，你唔係講成，你成學嘅你講成，because 我冇攞個 check 掉嘅。哦 OK，一直做點物件個，冇影掉。OK，好，我學這個你講先啊，你來，你講你這個幾個故事嘛？講乜嘢嘅？這是係咪物件？按怎發生係咪物件？幾時嘅故事？十幾年前嘅故事，我甲我嘅媽甲我嘅小弟咧，我人去visit 我嘅媽嘅親 relatives 親戚佇Kota Baru。So 即個唔是我家己 experience 啦，是我嘅小弟嘅。特別我佇迄兜啦，我甲伊做一個啦。特別即個是伊佇內面迄厝咯。所以即個厝咧是我嘅媽嘅 cousin 嘅厝。所以伊嘅厝是真正大間嘅，特別是新嘅厝啦，伊家己起嘅啦。特別伊嘅厝咧是內面甘榜嘅喎。That means 伊嘅鄰居個了是甘榜嘅 area 來啦，伊一個厝成個真正大嘅，所以我人嘛甲伊徛咯，所以徛一暝，所以我甲我媽咧徛去一個房，我嘅小弟咧徛過一個房，所以這兩個房是side by side啦。OK， 所以嘛是 OK 啦 ，I mean。我是袂感覺嘅遐物件咯，所以我小弟咧到了人對去困咯，暗暝了等嘛去困，我甲我媽去困一個房間 ，and then 我嘅小弟嘛去困一個房間 ，and then 早起嘅時咧，起來嘅時咧，咱我小弟我看到我小弟做咩伊上甲無困着啊？你看咧，目睭晶晶啦，伊面臭啦。伊幾歲啊時？你個伊幾歲啊時？迄時我人30幾歲咯。哦 ，OK。30幾，大漢了，這個我人是大漢，帶我媽轉去伊個 hometown 是Kota Baru 來。所以帶轉去。Kota Baru 是哪裡來？Kota Baru。Kelantan。Kelantan。OK。So，伊嘛落來咯，我嘛看到伊，我講OK 哦。係咪先哈？看成個你無困着啊？你看呢？你看到我哦 ，and then 伊無講啥物物件，然後講做咩路？ and then 伊講。昨暝你聽到啥物物件哦，啥物聲哦？我講無啊，你都知啊，我逐擺困成個拄啊，你講。then 我媽本佇兜啦，特別我媽無講咩啦。then 我小弟就講，你無聽到物件咩？你無聽到物件落咩？落啥物？加落哦，落落來哈。所以我講無啊。佇倒落，佇我房間咯。伊講叫我房間咯。我講你房間安尼大，我房間安尼大，咱你門砍，我門砍，我唔能聽到。然後伊講是毋是啊？我昨暝我困的時候 ，and then 風險哦，迄個拄的尺哦，干了拄落來，你知道？拄出來咯，落來，上個物件啊，你拄迄尺落來，你看，都加落去塗骹。哦，你甲你講，你甲頭家講上講拄誒。拄是，我毋是講殺誒。OK。上個人殺迄。尺，所以只一本啊，殺到甲你落個了啊是。這個房間哦是我的 cousin 的，我媽的
cousin 的囝的房间，伊人去到读册的，你知道？伊人用迄房间哦，做伊人的 study 的读册的位。囝读册位，所以迄款的册咧是读册的册啦。伊的 textbook 虾米物件？textbook 啦 ，workbook 啦，虾米物件啦。所以伊的图吼无砍的啦。That means open。So 你若是迄册落来诶是 straight away 落来咯 ，directly 打漏的咯。So 昨暝我聽到，然後我若咧困掉，但係我袂起就，我看到迄物件打漏啊，我就知了有垃圾物件了，但係我袂起，伊講我袂起。所以我嘛 pretend 咯。pretend 講我困掉咯。pretend 我困掉咯。然後我講 OK， 等安怎？你伊講袂喎，個點點加落喎，個有點點加落。所以唔是加了，佢咧一本一本嘅撲，即係撲嘅。一本按款成個 fly out 嚟，成個飛出來，你看就，你加落飛出來加落，你看。Then after that 講我袂打閒了，after that 我袂打，我 force 啦，我 force 我家己起來，你知道？我開會到了開到了 ，and then after that 我閣再倒去眠床嗰度咯，我真正閒，伊講我真正閒，我真正愛困。So 伊講 OK， 我困倒對了 ，and then 我甲迄物件講，莫吵我了，我是真正閒了，我是愛困了。你莫吵我了。And then 伊講 after that 伊講無呀，個再加落哦，個再飛出來哦，開會了個再飛出來哦，個落加落。你要看到冊個啦，就啲頭殼個啦。就是咯，伊看到冊，伊無去夾。你個無去叫咯嗬？無 ，OK， 我的小弟吼，伊有一款的 special power 嘅，伊 actually 會看到，會 feel 到物件嘅，伊是莫甲人講。伊按細漢嘅時候，伊逐擺講伊真驚物件，愛去樓頂一個人，愛去後尾一個人，伊真驚嘅。所以伊有相信即款嘅物件，我看伊是較 sensitive 啦，伊較會 feel 到即款嘅物件咯。所以伊講，我知即個是垃圾物件啦。then 伊講我無管 because 我3更半暝愛去倒落困，伊都毋知，伊莫吵我的媽媽，我所以講 OK， 我嘛 force 我家己困咯。所以伊真是困煞去咯。特別迄冊較了記會卡到，伊房間開甲關。你人無感覺到啦，人無像 earthquake 嘅啥物，毋是講是 earthquake 啊，伊。無喎。所以起來了吼，然後伊甲我講即個故事咧 ，and then 伊去樓頂 show 我人咯，伊冊較了真是記塗骹到咯 ，and then 我嘅 cousin 咧起來了。你個是指你 cousin 嘅厝啦，這是我 cousin 嘅厝，所以伊甲我 cousin 講咯，然後我 cousin 嘛聽咯，聽，and then 伊講頂擺咧，迄個 villagers 啊，迄kampung 嘅人啊，有捌甲伊講咧，伊人看到伊嘅厝咧，面頂嘅 balcony 咧有一個查某，鬼來啦，是白色嘅啦，行來行去嘅喎。所以是伊係一間房啊啦。毋是伊嘅 balcony 我所以毋是係一間房嘅 balcony 啊，是。毋是伊房無嘅 balcony， 但係伊嘅厝樓頂有 balcony， 所以伊嘅鄰居甲有捌甲伊講過，講看到即款即鬼行來行去白色嘅白衫嘅喎。但係伊家己無看到啦。So then 我小弟嘛，我小弟上個伊有安尼款的 sensitivity 啦，伊會 feel 到伊
伊会拉沙着诶，伊捌着几块诶，伊逐摆有去倒落啊，伊本有上个入房间啊，我逐摆看到伊入房间啊，伊就要上个。scan，無上個我入房間嘅，你知我入房間啊，現衝入去啊，現衝入去，現坐掉，現，you know。伊是要 scan 你 room 者 sense room 者嚇。scan 來 scan 去嘅喎，我小弟，咧一坐掉吼，伊是坐掉，伊 focus 掉伊物件，我 focus 掉伊物件，伊無看來看去，無看來看去嘅。所以我小弟有安尼款嘅 vibe 啦，you know。So yeah, so is安尼款咯。then 伊甲我cousin講 ，then 我cousin講呀，伊 neighbor 有法甲伊講咯，安尼款嘅物件。了，你媽咧？你媽有安尼感覺啊？伊無講喎。嚇！啊，比如我識有當時，特別你講你小弟嘅時候，有當時我未看，有當時。若是你下來講，是你爸母可能會有安尼款嘅一本書會看到物件。maybe 啦，特別你無啦，你死吧啊你！我是死吧，我驚自己房間本吼，我看到迄物件落塗骹，我本無驚嘅。我去夾迄冊，我看哦，蝦米冊伊人愛困啊，你看到嘅。所以你無拉曬，那些你會看到驚。你是講你想那些 ，OK， 你看到蝦米你拉曬個驚咧？所以那些你見到啲房間嘅風險，有一個人安尼看到你，然後你袂驚咩？即係一個透明嘅咧，鬼咧徛到。就是我無捌拉曬到。你毋捌拄過？你家己 imagine 你冇袂個拉曬講，唔知我冇乜嘢驚，我就要看過經驗過，一個看會驚袂驚，好呐？我有淡薄上加愈咯，我是上加愛看，特別歹看。上加我愛經驗就特別無講真正愛啦。我是愛經驗，特別我是驚講伊手尾長。我是無是講伊手尾長啥，我無是講伊上加會做上加愈 psychologically 啊差亂愈安尼看我無咪是講，我驚咧，我看到遮濟。cases 還是鬼嘅戲，還是我聽故事啊，什麼吼？唔是講一看嚇到我驚，迄個是驚，迄個是短呢嘛，一下呢嘛。我是驚，就是講伊成個伊直直移條路啊，可能啊，就是感覺就是成個人直直對條路啊，一邊就成個淡薄 paranoia 嘅，你看我 schizophrenia，你看我驚咯，我冇咩事幹，你看你。呀，就是我無想到安尼深啦，講真啦，我是講我 believe 是有 spirits，我 believe 是有 spirits there is spirits in this world，but 我是第一做咧是幫到我媽呢，伊過身過咧，我幫到伊我幫到伊嘅面，伊嘅蝦米，我幫到伊做物件，安尼款咯，即個咪係咪嘢啊？Medan 唔是啲刀嘅啊？咪係咪嘢？怎麼幹字？咪係咪啊？印尼做刀 ，Medan 做刀嘅啊？彩虹啊，彩虹對，彩虹了啊，彩虹講，但所以一樣愛插亂你看到人，因為因為伊會看到人魯西吧嘛，看到一就無驚，走去看係咪邪啊？阿龍，阿你爸爸對哪位？好笑未？伊未甲你講嘅嚇？伊開麥啊喎！開麥啦！呢段是邊啊？阿你爸爸開麥啊喎！哎呦，馬提講你 OK 啊好。歡迎你讀啲嚟了啦！哎呦，你就唔少嘅啦。OK，嚟你教我講下你嘅鬼嘅故事啫，即係係咪聲嚟嚇？啲度是裝嘅聲。我唔就係講我成日每講係咪數啊？我嘅電話會你超出嚟啊！條叮咚嘅聲，我係做數嘅。係咪超？人叫 wave 咯係啊？會超啊！人 wave 咯叫你 jet 下，就叫 wave 咯，依個你講啊。
我去訂正借到咧。哦，你去訂就是人招，你去訂，你是講你看到人嘅 profile，你去訂就是乜你招樣嚟講話開房。問訂啊，問訂咧，冇啊，你招啊，要一個 hide，因為你特別 hide 掉去，你特別 hide 掉去，要一個 hide 把燈你頂面，你特別 hide 掉去。哦，你是講係啲人係。OK，แล้ว這是阿里巴巴投資擺嚟嘅人講幾個數嘛？啊，聽伊講，伊個幾個數係咪看咪無相，冇乜聽過。我無睇無上，你相信幾無相信幾？用伊即個 Clubhouse 嘅 system， 無相信。我無相信幾嘅，特別個幾個數，伊甲因講中相。嗰隻彈咗咯，嗰隻彈咗咯。哦，轉叫你看就轉叫。好啦，這是紅音是，我看下。嚇，伊出南西喎。啊，南西叫嘅喎。南西叫？係咪嘅？啊，是大媽都叫到南西。唔知啊，我電話掉一個手叮咚叮咚叮咚。你講嘅你成個鬼故事，你乜電話一個手？冇啊嘛。我冇叫伊啊嘛，已經攰你幾個數，我冇叫伊啊。九九八你個叮咚叮咚嘅喎。是啊，冇啊，冇叫咯。先頭揸一個 episode。哦，你叫伊數下，大媽都叫伊數。伊去超快，你未起來嘛？你咪歪伊哦。哦。12點啊！係幾嚟個？係幾嚟 ？OK， 所以伊是成個英國中咧。你就 one of the 第一件嘅幾個故事啦。我聽人邊啲學人講嘅。喲，你電話一直去喺隻 room 嗰個 leave。你 chat room 啦，because chat room 唔能講話要等咩啦。我咧我一度出嚟 chat room。chat room 啊，哦，邊啊人講話是即係等我 test 看，我 test。room 咩 chat 不能講話，一天可以 notification。你冇啊？我 test 都冇。阿三垃圾講話冇啊。阿三垃圾垃圾好似冇啊。南西 test 咧都有喎。哦，是咩？啊，南西 test。南西都 test 啊？咁就冇啊。你冇啊？嚟！即是來是未學用個 house。我已經叫伊，我叫伊點啊，我叫伊。啊 ，OK， 南西去 instruct 人啦，當點啊，可以講啦，告訴大家啊。OK，嚟。terima kasih。誒，嗱，佢真係嚟啦。誒，你看到伊是 wave through 嚇？你看到伊 wave through 是唔是？大媽南西你 wave 到伊哦，你要叫伊來時，你 wave 到伊哦。冇啊，我頭一個 episode wave 咗前我到900。哦，你 wave 掉啦，但係是唔 acknowledge 個。OK，單未聽嘅。你 wave 掉伊。wave 咗一刀，特別是真正久啊。嚇，特別伊。你 cancel 到 wave 啊？嚇，你就 cancel wave 咯，你當然 key 伊個 wave，伊 wave 出來時你 key 咗個 leave 伊 room。我掉喺你 wave 邊架聲。嚇，你 off 未？我 wave 掉。安怎 key 我唔要 key。OK， 下個我。嚇，看。都有叮當個。你等。對。叮當啊！你等一隻對過去啊。reboot 咯，係咯 ，reboot 咯，有成家 Christina 講咯 ，reboot 掉咯誒，將白青講 reboot。唔係，你出來那個就是點樣？講單路哈。唔係人講嘅你估。誒，我幾隻搞嘅 technology 嚇，而家嗬。唔使講有冇。嚇，嗱等下，嗱誒幾隻搞嘅，幾個咧 technology 唔夾嘅咧係曉嘅 ，online 啊，係咪夾嘅咧唔會曉 ，Clubhouse 唔會曉。OK，嚟，咱 try 講下。我估唔使講。你是無相信鬼啊？嚇，就是對無相信，因為我唔捌看到啊。但是小英有看到，但是無看到真正愛。哦，你講嘅，你講到咪翕到誒，翕到物件誒，對。對。嚇，嚟講。喂 IP cam 翕到嘅時，佢哋嚟咧，叮當佢哋嚟咧。喂，厝嘅 IP cam 嘛。嚇。我一個 IP cam 我是我啲大門嘅位嘅。嚇。係了，即
即個是2年前嘅事，唔係你2020，迄個是2年前嘅事啦，嚟2019嘅。有一日真正落雨真正大，應該是4點幾個點聲啦。然後我 IP cam 我有 set 嘅嘛，set 到對我 handphone 嘅位，我是講有人行過也好，有貓行過也好，伊翕小影啊無 send 互我嘅，你知哦。然後頭一張 send 互我嘅時，我就開嚟講。等陣，你爸爸等陣。你嘅 sound 是 actually 是 astroawani.com 嘅。notification。你是唔是有開掉？你 notification 係 mute 哦，你撳你聲。是你 astroawani.com 嘅聲嚟。news 接來是等下。你 news 接嚟是。我就喺冇咩上 clubhouse 攞啲。我冇聽過。我講你聲係個意思嘅。上是 clubhouse 出來之類聲，係咯。你 handphone 位啊？handphone 位啲。你 handphone 是 Android 還是 iPhone 啊 ？Android 你係撳你 notification 嘅聲。iPhone 位我是無開。我知啦，應該是我是 link 到我嘅 laptop 嘅是，按照講上一個 email 啊，可能這邊滾蛋咯。我冚掉阿溫尼嘅 result 先。對，冚掉阿溫尼嘅 result。OK， 其實嗱唔係 result 咧。個羅南曬鬼啊！南西鬼就講隻牙咧，就已經開到名咯。奇怪哦，我都冇多輪醫啊。係咯，隻牙。哎呀，而家叫咩？我睇 leave 嘛，我就冇做緊。但是迄個手，我哋看 result 迄個手個出來，迄個手出來我是寫南西名嘛。你手出來冇手出來是寫南西名。冇聲。你手出來是特別冇肯去 check 嘅咩？你。If you 抽出來時，你使定 join wave 係咪 accept wave 嘛？冇啊！你抽出來，我嗱講頭定嚟講，一條接嚟即係意思但係意思係你錄啦，一拼錄來 ，OK 啊，對咯 ，OK 咯，接嚟怎樣？但係是拼錄接棒嘅時候 ，OK 嚟，了嚇 ，OK，你 IP。你 set motion detection。頭一張嘅，我是冇人做叫啦，但是我就講是，咱咪講 set 嘅時候，有物件過啊，好，伊就對翕條小影啦，伊是 send 互我嘅handphone嘅位，互我知嘛。然後我嘅款 set 咧，就是講，因為較早一陣時，我有一個 case 講，我對監幫嘅時候，我嘅鐵門啊，我冇白銀線嘛，白你想plastic 嘅棒啊 ，plastic 棒啊，就買個苗條接嚟，調接嚟放曬啊苗啊，然後可能唔知何見啦，嗰時冚唪啦嗬，即係嗰係水呢，燒到我規間厝，規個鐵門啊，然後倒了嘢 plastic 嘅，你好架車燒咯，過了後我就倒一個，樣時有嚟燒你棒啊，你 plastic 嘅棒嚟燒佢啊。可能是伊人佚佗，應該新疆嘛，伊人佚佗咧煙灰啊，是阿咪咯，了規個迄個棒燒去了後了喎，了我就倒一個 IP cam 咯，倒了 IP cam 是安尼進度好是安怎講倒無久呢啦，我會記講倒無久然後，了有一日落真正大雨點聲，唔知真正大咧，但係迄個是到2019年嘅7月嘅點聲吼應該。了頭一張翕互我嘅時，我看嘅時一張小影是，安怎講無卡白嘅小影，我有 send 呢個小影互 Alan 咧。阿龍，你俾學我看，你係 screen share 啊 ？screen share 你嘅 computer。那是你嘅小影，佢到啲 computer，你使 get ready 嗰啲 computer app 嚟啊。我WhatsApp 嚟咧。OK。哇 ，OK， แล้ว你講了一啲報條，可能好玩看一下。所以你是看到頭一條，你一 send 嚟你 phone notification 時，你就看到啦。是咧，對，我看到時咧，我就趕緊去開門看咧啫哦。你到厝啦。去到暗，就我話啦，我靚行咯。
啊，我都做因為我破病咧，我就無做工咧，我就變成多處理嘛。嚇，แล้ว我就慢慢開門，我大了嘅房間喎，甲我嘅大門喎是惡我呢，你知哦？會使講行4號下步就出看到開到門咧，你知？頭一間房間我嘅門，我嘅厝是講，你開大門了，我入嚟就是頭一間房間了嘛。門嘅頭一個門喎，甲我頭一間房間嘅喎，是惡我呢，你知？遮邊嘅多邊，我就趕緊走去開門看。遮邊啊，遮邊嘅多邊。若講我入門嚟講是遮邊是房間咯。OK，遮邊是房間咯，啊咧多邊是壁咧。可能多 flat 成款你嘛，多邊是壁，你開門，你門一開個了是都壁嚟嘛。啊了遮邊就是嗰一間房間咧。了我就走去開大門看咧暗咯，無半行咯。無半行，啊都看到對小英嘅時。就有啊，我開 video 嚟看咯，咱嚟看到對 video 嘅嘛，對唔對？แล้วไอพีเกมก็ CCTV 上嘅嘛，你看到對之前嘅事嘅嘛，對哦。แล้ว我就開哦，啊แล้ว看 video 嘅時看無半行哦。我看到，哎呀！無半行，啊你小英 send 我嘅時就有哦。แล้ว這是頭張啦，嚇，可能阿龍所講嘅是頭兩張咯。แล้ว第二張嘅時咧，嗬。一點聲會嘅講警察是差不多半點鐘爾啦，過再一張來哦，第二張來了後哦，我嗰隻走去開起來看哦，冇哦，呢時間應該是一個是多啲差不多5點哦，一個是多啲5點幾時哦，應該是翻嚟點聲啦。嚇，我覺得每隻10點5點鐘加10點鐘嚟啦。第二張咧是5點35分，下晡嚟。你識 zoom in 佢大嚇，差不多半點鐘咯嗬。嚇 ，click 住嚇。咦，這是係咩物件來？一支卡，我看到。你講無卡，特別我看到一支卡。我看了無特別合啲。一支手，我一個人。我看了，一成個一個人嘅手。嘛，無半行嘅嘛，看才是白白。啊，一個掉，一個白白，你先看到白白嘅聲啊，是看到人嘅聲，哈哈。白白嘅聲嘅，我你先看到白白，哦 shit，有本來我看到成個人頭，嚇，伊一頭 send 啲位，阿龍你 click and drag send 啲位，click and drag 本頭當時我看白白時，哦，我是想是想講結辣嗰時係咩嘛？我就開門看了無了，就我認為種是結辣了咯。結辣是講啊咪拍你講是哦，拍你講嘅貴嘛，แล้ว就買去關你咯。啊，我先看 video 了，無半行了，我就買去關你啊咯，就當都無事發生咯。啊咧第二張來嘅時候，看咧較清楚淡薄嘛，你看咧較清楚嘛，一支卡，啊了一支手嘛對，一支卡一支手嘛，對，應該可能是我誒 camera 是 keep 起了，我一行翻過去。所以咱會看到，但了我哋想個人直直講，直直聽咱講幾故事嚟講，嚟講看到迄個物件是伊人是鋪起來嘛，伊骹無踏地嘛，對唔對？骹無踏地。我問你阿里巴巴，你看到嘅時候，即個是你 start 聽別人學見啊未？未個。我嗰陣時講9年喎，我未聽過，我別人學見是今年才聽嘅嘛。哦 ，OK，這是2019年嘅事嚟。OK，這是按照即我幫你幫到啲 YouTube 嘅啊，啷嗱是到啲 Clubhouse 上未看人，會使去 YouTube 會看啊，我當然係到啲 Clubhouse 嘅。阿咪，我係到啲 YouTube 嘅啊，啷啲 YouTube 嘅 link 到啲訂閱。Even though 伊小英是出作品，我看到第二張伊 send 來了後啊，哈。所以第二張是看較明嘅，伊 send 來嘅時候，你是看到。แล้วรู้อันจะหาแล้วขอจะหาจิตเดียวต่อที่แต่หน่วยแล้วตัวขอจะในเบ่งแล้ว我就看咩嗰隻走去開門咯，嗰隻走去開門咯，開門嗰隻看無半行喎，啊了就無咁玩咯，我就走入嚟到啲看我現本喎，係了，你就我現本多啲 just 掉啊嘛，我就走開到啲video 咯，嗰隻看迄個點聲，嗰是無半行嘅，無人行過無半行嘅，啊了天暗呢，我就講是天暗呢。
阿龍，諗下你看是幾點啊？阿龍，一個是下晡4點4:46，一個是5:39。哦，佢是 within 我哋嗰時8點鐘嘢呢，抓8點鐘出嚟自己咯。冇夠1點鐘嘛對。啊，對。出邊嚟嘅，抓出邊嚟嘅。對。呀，該病了喎。看我哋情形啦喎，看我哋情形啦，咱就無去想應該咱。我哋 camera 是有 infrared 嘛對，伊暗暝是伊看咧黑白誒嘛對唔對？伊暗暝點時是伊看咧黑白嘛，伊若講日時本好伊暗嘅咧，因為落雨嘛，天真正暗嘛，伊咪變到黑白去咯，伊未變 color 嘛對唔對？伊若講會變到 color 嚟講啦嗬，就看較真正清楚咯。阿龍你使放棄佢就到，我俾學。但係你呢？但係你做嘅就好啊！你 zoom in 下，我俾學make sure that 南西也是即係運動會看到。哦，運動咧，運動冇看過呀？運動唔知道，下運動有啲嘛？運動我俾看伊會看到一個一個效應 ，because 我看到是隻名，伊成日看到是成日一普通嘅人行過，特別步淡薄咁咯。แล้ว你看到伊個卡，看運動看會出無咯？嗱，我係看到伊寫一人清楚白衫白褲呢，แล้ว伊一支卡到啲後背夾正卡夾起來淡薄，特別多卡伊正格，你看到只餅喎，大仔，我覺得伊唔係正卡嚟就多卡嚟就。多卡掉，你知你講到啲裏面嘅嘛？到啲人嘅餅嘅嘛？伊知你講啲裏面，伊大隻啲是啲正正動物嘅嚇。等位，所以伊是多卡啦，即係冇正卡咧。伊個機嘅真格，看一冰冰，成白白，成個人講七白色嘅真格要啊。而家係 right，按你講看到嘅話，應該是看到正卡，唔是看到多卡。辦東印啊，辦東。嚇！伊 in 咩 ？Valid it goes。你講鬼嘢？你是冇來，究竟啊？動槍啊啦！我哋等等緊你啊！阿咩物件我無明白。蘇嗰啲講 confirm 是鬼嚟，蘇嗰啲講 confirm 是鬼嚟。講這是蝦米？是唔是伊個卡、伊個手、伊安怎個了嘅位置，伊會使起來講這裡是。不是，咱這裡好這裡旁邊的 type 出來。是這樣。這裡嚇，這裡學爸爸喂，你辦啊嗬，你以為我自擺啦，你話你倒未？我隻股冇用啊，這是啊。嗰時你我未講。嚇，係咪？嚇，股冇用啊嚇。阿 John 嗰隻你個。嚇，係咪？即係事發生了後啦，邏輯過了後啦嚇，我 camera CCTV 啦嚇，迄個 IP cam 啦，一頭拍去。哎呀，shit！一頭拍去。แล้วอันเจ้าก็มาโฟกัสแต่ว่า電腦冇拍，我電腦冇拍咯。我哋舊大貴啊嘛，唔係西亂亂笑嗰陣時候，我講貴啊嘛。冇，伊是安怎但伊應該咱嘅 IP cam 喎是安怎講24點鐘伊家己來割嘅嘛，我咱有 memory card 下入去了喎，伊來割到尾 memory card 了喎，木滿了喎，伊個仔安怎講啊？伊寫掉自證嘅喎，伊個仔嚟割線呢，免人免去大字去安怎寫伊係咪啊？伊家己 automatic 伊家己寫家己嚟割個線嘅嘛。แล้ว後伊邏輯那邊了啦嗬，咱邏輯嚟講啦嗬，伊個未了個嘛。伊就安怎啦？規個 CCTV 就講，好像未開去哦，未開去。啊，แล้ว memory card 啦嗬，我夾去係去安怎講？係去我嘅 computer 會看啦嗬，看未到本哦。แล้ว我嘅handphone有啲嘅，就是講我看到時，我是頭 screenshot 起來。哦，我看到時頭 screenshot 起來咧，我一定有啲咯。所以講，所以你講你 SD 卡到底你 computer 你 SD 卡是根本未 recognize 未看到你 SD 卡，還是你 SD 卡裡面看無伊個 video 這個效應？看未到看未開到迄一節嘅割嘅了。哦，
未开去啊。就係講伊半點鐘那邊，伊學你伊學你一個點上半點鐘那邊看一個所在啊，看一點看安怎講啊？半點鐘那邊，伊 range 啊，係只 range 嚟半點鐘嗰啲看頭一個、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半點鐘一個，半點鐘第二個，半點鐘第三個嘛。伊無一頭叻嗰間伊。一點鐘、兩點鐘，反正你因為上長嘛，上長咧，人愛看袂到物件嘛，對唔對？所以講，伊互你半點鐘那邊，迄個人家己 set 的嘛。我 set 是 maximum 是半點鐘啦咯，半點鐘啦嗬，我看迄個半點鐘，吹無迄個點聲咯，迄兩個點聲甲吹無去咯。特別你看到別個點聲啦，伊毋是完全無影啦，伊是未看到迄個點聲嘅啦。對，別個點聲看會到。咧，我 CCTV 一頭安裝未用咯。若講會用嚟講咯 ，maybe 我插到對迄個 memory card 到 CCTV 會看會到咯。因為伊之前，咱 CCTV 伊個 IP cam 啊，唔是 CCTV 啊 ，sorry，IP cam 啊，伊有互你一個 software 喎，伊 software 喎，咱安怎講入咱嘅 email，伊安怎講？伊家己有一個腦袋迄邊有上加安怎講啊 ？B2B 啊，款啊，對。了，咱會使講看到對嗰邊看到對嘅嘛，只是講你來互類嘅嘛。講你買看到對，伊就無去咯。伊係只 cloud service 呢？哈。若講你對，你若講你 CCTV 喎，你 IP cam 喎，若講派啊咩喎，伊邊伊會甲你安怎講啊 ？backup 你到底 cloud 嚟哈？資料嘛，你愛看你互類，買看I see，你使互類去到對去看啦。OK， 明白，對，但是我無需要去看互類去看到對啊，反正因為我之前嘅時，我 on the spot，我就看我 video 嘅時就找無了嘛。迄陣是無拍過嘛，嗰時上就是上無講正一點鐘後甲來看嘛，無嘛，是迄個點聲看迄個點聲本看會到嘛。因為咱 set record 喎，也是。record 人反正物件喎，伊有一個 alarm 互人知嘛，迄個點聲有物件經過蝦米，伊互你出來迄段嘅點聲爾嘛，有甲是無，有蝦米物件，人會看到對就對咯，安尼反正咯。你看到嘅時候，阿弟爸爸，你看到，到底你電話位啦，到底你電話一寄來嘅時，你看到是 notification，還是寄一條 email，或者一條小影，還是安怎？還是你一入來啊，你安怎？你特麼你好阿龍看是 screenshot 係咪？ application 嘅位。頭早我互人看是，等下看着對是，毋是頭媽是迄間，迄個是我 screenshot 起來咧。我所以叫阿龍是 screenshot 啦。screenshot 咧是，因為迄個我是翕底嘛。我個寄到對互阿龍啦嚇，迄個是安怎講 IP cam 嘅 screenshot，咱講看伊 system 咧，我就頭多啲邊頭 screenshot 起來啊。因兩種嘅 screenshot 嘛，一種是咱 screenshot 了後，咱個再 screenshot 嘅嘛。有。OK， 即我 send 互阿龍都對啊。阿龍我甲阿龍有 WhatsApp，所以講甲應 send 啦，但我等下我 send 互阿龍。唔是相嘅小影，但是迄個是講有，是我用 application 嘅 screenshot。看到對，I see。了即係你別人咧南西咧，你看到是 valid 咯，你感覺到，你唔是講 valid 啦，你是有感覺到未定？有啊，兩點我都有嘛，這點我都有咧。像嘅嚇，你看阿龍，你看伊像嘅，但是你看伊有一個 download 一個 share 嘛，對唔對？迄一間我 send 互你，毋是安尼款咧。迄一間我 send 互你是我 edit，我掛掉伊個 download 甲伊個 share 嘛，對唔對？我掛掉迄邊了嘛，因為你講啊，係咩意思咧？伊講你講即係 download 係咩意思咧？即係 download 係阿 John 看，伊喺講是。伊是伊有 interface 啦，伊 app interface 個有個啊。伊 send 來是伊 app 喎，伊
IP game 伊 send 互人嘅時喎，我到底俾佢看了喎，伊頭叫我 download 嘛。所以你係咩係 download 啦？你係咩 download 啦 ？download 你好啊，還是 share 喎？因為我冇 download，我是 screenshot 呢。我冇 download。這是頭一張嚟，這是頭一張嚟。所以我 send 互阿龍嘅本是我本是 screenshot 互阿龍嘅呢度。是叫我 screenshot 咧，我嗰隻 screenshot 收喎，定要我掛掉伊下底喎，會變較大張係嘛？掛掉伊下底咧，你會變較大張。如果厲害，你個睇咩 screenshot 嗬？但是講你冇 screenshot 嚟講，係咱冇拍看掉咯。你吹冇嘛？你到底係你因為我係主編，我是講 screenshot 了喎，我看伊點聲你知哦，因為伊翕了，伊就 send 我嘅。我嘅電話了後喎，咱驚講點聲，咱看袂到，咱 screenshot 了後，咱隨嘅點聲是咱過去看咱 gallery 嘅點聲嘛，所以咱該慢慢去看阿幫辦啊，係咩啊？咱免去舉迄個安怎講啊？因為伊互咱阿諗嘅record了後喎，過了後喎，伊就安怎講啊？伊就嗰隻一半點鐘那邊嘅位喎，因為安怎講？阿諗迄個點聲，比如講16點56分你翕互人嘅點聲咧，伊個阿諗record嘅時，伊本就出來一個 video 嘅啦嚇，是16點56分有物件咧，伊本就翕來，所以迄個點聲是無出條 video 咧就，迄個點聲無出條 video 咧就，咁我都無甘願，所以講我去看，安怎講啊？去看規個點聲嘅 video， 你到底係 scroll 佢嘅了，定係你 around 係你帶咪啦？快掉佢 video。對，所以講吹無咯，因為伊個 app 啦嚇，先就講嚇，咱嚟講啦嗬我唔要就講啦，但是我你講白你話講啊，你用白你話講啦嗬，我 send 啦。你哋是學緊話講未出嚟講，你用白你話。我唔要講 system。哦。OK， 想嘅其實想，我是講愛甲亂解釋，是講伊是看到伊 alarm 嘅帶咪是，伊是夾一條嘅 still 好咯 ，still 嘅效應好咯呢好。伊無夾 video 好咯誒，但你特別到對去 system 看佢點啊，佢到對看到 video 是唔是？但是冇，若講應該咧是伊夾 video 好咯，參夾效應好咯誒。阿龍你看者嚇，你看到阿諗 record 咧話，我把你 send 掉你看啊，阿諗 record，แล้ว一個是plan recording，伊是安尼看咧啦，你講有物件啦嚇，有件過啦嚇。驚貴啦嚇，伊就出來 video 好咯誒，嘛，對，對，伊一頭寫邊是阿諗 record 咧，了若講無物件驚貴來講，蝦米啦嚇，伊無翕到物件，伊是寫 plan record 咧嘛。OK， 伊是寫 plan record 咧嘛，所以迄個點寫會較長嘅，迄個點寫會較長嘅。plan record 是你 set 半點鐘嘅啦，可能。阿諗 record。plan record 是半點鐘，阿諗 record 咧就是講有物件過，蝦米物件了咯，迄個點聲咧，伊就一頭 record 咧。所以講迄一工嘅時候，伊個點聲啦嗬，無即個阿諗 record 咧就，到底 plan record 嘅位啦嗬，我看甲了本是無物件出來。只是效應有出來呢。是安尼款咯。所以你 alarm record 是安怎講啊？因為你少談 alarm record 到底你電話為你 app 為，特別你冇 alarm recording 到底你嘅 list 為。對。對 alarm 嘅冇咯，但是效應嘅有咯。效應有兩類嘛，伊 send 好多兩類，伊是send 效應。แล้วอาลัม record 伊無 send 好咯，但是伊咧是多啲俾好咯，就係講迄個點聲是有人行過，係咪？แล้ว你就接起來面，伊 app 會看 list 會家己看啦，家己看伊 video。對。แล้ว你看到是你無驚鬼嘛？你有驚？你無驚鬼？你看到你就出驚呢？冇啊。
แล้ว講唔知啦，我唔知阮係叫蘇花高高吧，如果唔特別只病喎，小英看到只病喎，啊，龍你成日到對佢係一條有手有骹就真假嘅，我看伊真假係哦，伊真假只病喎真假，啊是伊是特別骹成一隻大件咯，就是咱看到嘅話啦，你應該看到是咯，你冇感覺真係奇怪咩？特別伊個正骹夾起來，對我來講，伊正骹是伊個路途。伊個呢壓掉咗，然後伊卡即係直直咧 horizontal 咧，或者是伊個帶，唔是帶。看唔到伊哦，完全看唔到半行嘅，就你正卡，你有一半身軀應該看到阮嘛。冇，我是講伊卡夾起來就，伊正卡夾掉起來。你看到 horizontal 來。夾掉起來啦。你嘛冇可能干那看到迄個多卡。冇，就是because stationary 嘛，伊卡是。stationary 入面是一點掉，所以伊看到一叮當會舞去嘛。你看到伊頂面，咁你冇成日看咧。然後伊個正手柄嘅，講白啲是白啲啫，就水鬼是硬講嘅，講白啲就水鬼是硬講。誒，特別咱個看伊個手個，你知道，你可以 zoom in 啊，伊個手。特別你冇感覺奇怪咩？阿 John。你冇感覺奇怪咩？伊成故事啊 almost 冇半行嘅。冇 ，because 嗰陣時行是有 motion 嘅時候，你 camera capture 到嘛普及 motion，等陣你就起來啊，硬講起來。你講硬講你係起來啊？硬講重起來。你看伊個一個手伊正手咧，伊正手，你看到正手。特別伊頭未看到，伊頭砸掉，啊！所以起來啊，伊個腦刀按咗未？哈哈，來，好似應該是外鐵門嘅砸掉哈，啊！板東，歡迎。呢鐵門嘅meeting，哈！你鐵門砸掉，哈！板東，你看到係咩物件？講就係你感覺到咩物件？喲，我嘅刺激啦嘛，咁我講。是這個你真，但是你真這個你無 edit 呀，但是你真無 edit 啦。我當叫我一世人，我怎麼看到兩擺小英安尼看呢？喲，就一擺咧，我隔壁厝邊嘅人無去。嚇？歸心嘅。jadi 有可能伊是那個angel of death 啦。哦，嚟我經驗是講安尼款若是這個小英你無 edit 來assuming 講這是正 authentic 啦，edit 無蝦米啦。若是 authentic，我看到兩擺，頭一擺早12年在年前加當劍。哦。然後你是 feel 到伊是，你感覺到係咪 feeling？伊會形成安款。哦，我伊卡好我即病伊就是伊卡嘅咋哩。啊，你問阿里巴巴？我問阿里巴巴，你隔壁厝邊有來講無？有常常甲人講過有合作無？有啊，我隔壁厝邊真正好嘅啊。你住去 apartment 還是住去厝？apartment。我 apartment 我隔壁唔是 apartment，sorry flat 厝。我隔壁一間厝，我人想看四間門咯，頭前兩里，我甲我隔壁咯，我人四間門真正好嘅。真正有來往嘅。jadi lu cakap floor ang kan lu bat kali orang lah. Cakap apa? Bat kali orang ah. Bat kali orang lah. Ukoi sin bo, ce celai pai la bin ukoi sin bo. Ce tai ji hua sing kulang koi sin bo. 冇啊！你知唔知呢排有啲前年啊？我講這裡 wing 啊，喂，係咪聲嚟？係你窗開聲裝嘅聲啊！嚇我係，這最，那聲是裝。啊，南西你做嘅係咩聲？板東嚟。哦，板東 ，OK。唔是話，板東嚟。板東窗開聲。哦，板東窗開聲，嚇到我啫。Saya kong di kau lewat kat link. Bandung ah, di kau baru lah ha.
到今年啦嚇，其實講我係 wing 這邊啦嚇，是無人歸線掉咯。無人歸線啦。對。應該是，那是你無 edit，這是法律啦，這裡是伊唔是拍是，伊是那個伊愛帶人對起的。你是感覺這是死線啊？意思你是講馬里吉啦。是啦，我能叫馬里吉啦，你能叫是我能叫馬里吉。意思係講，會帶你，就會帶係你會歸線嘅人去。可能伊來帶我咧，我估對哈，有可能嘅。是我破病。因為我 cancer 是2017、2018，我開刀，2019我都個做手會開刀，做兩刀會加本來一刀開刀，你看咯。有可能伊survey啦，有可能伊survey啦。伊survey。survey 我命個長個咯。特別即係普通嘅人咧，即係一穿長袖圍嗬，定穿一穿條穿，你伊個骹我哋奇怪，我第一明顯嘅就是伊指甲安怎係平嘅啊？伊指甲佫唔是咁樣普通嘅人嘅相，伊第奇怪就是伊骹安尼大。伊骹大大隻啊嗬，伊指甲微微，伊淡薄成個白嘅骹呢，唔係成個人嘅骹咋，咱嘅指甲係哦。大仔啊邊啊過去，迄個查理鏡，你卡嘅查理鏡個了後，無可能跌嘅咋，即係只跌嘅可能啊。應該是查某嘅 video。阿 John 都看到伊是辣基。辣基啊！伊唔是過嚟。咁我隨節咯，冇啦過啦，過嚟節咯，三四個。我試過咗只過係過嚟。你是講咩？看辣可能。伊是較闊嘅。係較闊，對，較闊。好啦，伊骹較大機啦，伊骹較大機啦，咱看咧佢較似。OK，咱看，咱 analyse 手看，你 analyse 手，伊感覺伊是成個穿白色嘅恤嘅呢，長袖圍嘅恤。冇，我感覺伊是穿成個是，我 feel 到成個是。但係無管只件，你看到是成個人嘅形。我看到頭先，我想到是咩？想到是你。呢度有一種另外就是個穿白色嘅衫櫃套嘅啊，我 feel 到是佢一種嘅人咋，特別我感覺就是查某嘅咋。你感覺就是查某咧，我啦啥是查某，而家是個伊指甲，伊像是有色咗伊嘅指甲，伊嘅發光對對，出色嘅呢，伊唔是咁普通查某嘅話，應該伊色嘅白色差不多像嘅嘛。我上次 feel 到伊股出色啲伊嘅指甲樣啊。伊是透切卡咧，還是穿襯拖？你講伊奈。伊奈。我感覺講是家己愛飲咯。家己愛飲無穿卡啦，無穿鞋啦。伊無穿鞋。伊奈是按照講人教因嘅是份啦，跟人家教因嘅是唔是講是我你超仔嘅面頂嘅。係呐。佢哋叫伊奈。你看到伊手正手，我人是叫伊奈。正手係，伊正手是成個，你會看到伊鐵機正手邊嘅，伊板啊，唔是板啦，伊個卡頂面後尾手板。你看到手板成行咯，所以哎呀，喂，對啊，對，咱行是啊，行咯，像個人行咯，有可能是人誒。是講做咩事你未看到伊個是無？你鋪掉咧。你講是人嚟講，個無理由嘛？如果是人嚟講啦嚇，我係這裡下面喎，我係下面 video 啊，一定要會 send 互我到對。對。因若個聽袂到本來我 video 我看到對我 video 啦嚇，伊定會出來是有人行過下面定有誒嘛，對哦。無穿鞋行過喎。無穿鞋行過冇。所以啊，我想問講即係咩？bandung啊，bandung嘅 M 是真正骨嘛，所以我問看bandung啦嚇。即個物件啦，嗬是到底是安怎是對我人這邊嘅人好，還是對我人這邊嘅人無好？因為伊即個物件出現咧過了後啦嚇，無久啦嚇，
無久啦，我會記講啦嚇，多啦一年啦邊本啊，無久不是一年啦邊本啊嚇，我厝嘅電視機本有幾若兜直直家己開嘅咧咋。shit！伊半暝3點啊，可能嚇3點啊嚇，伊家己開嘅咧咋，伊開啦嗬，了安怎講啊？對，但是我就走去看無人，實你講咯，了我就奇怪咯。因為我厝3個人嚟嘛，我的某我的囝嚟嘛，then 到尾就困哦，2、3點就家己開哦，所以有2兜還是3兜，成日看到，你我根本都無拉沙咧，我是認為講是我囡仔看電視機了喎，伊設伊台門家己開點聲，我是認為成人反正你知哦，了。過了後時，我就 check 到對伊台門嘅點聲講電視機家己開家己冚嘅咧喎，就搞了無開掉，迄個是 off 掉嘛，無 on 嘛。哦。啊對，有時講你若講困時，忽然有聲大聲出來時啊，你會想丟起來丟斜架起來，就白起來嘛，對唔對？就白起來看嘅時，做電視機佢開起來。啊！我記日我就問我嘅囝，你查咩有起來開電視機時哦？伊講無啊，我困㗎，唔知啦嘅。你講我喺度，我嘅囝無大漢嘅嘛，伊話你個，伊暫時話你個幾歲啊？7歲啦嚇，7歲囡仔半暝晚咧加起來家己看電視機，對無？哇！Bandung安怎互我淡薄？你sense係咩物件？你住這間厝大幾久了？我住這間厝啦嚇，actually我買了這間厝啦嚇，我剛來就講我破病咯，5年啦，5年。住5年了啦，住5年裏面2019第搬死啦，第16啦。冇2017啊，2017我係人講我係頭殼有 cancer。แล้ว過了後去治療後過了後咧，我巴魯啦嗬，本身有一個 cancer，過了後咧就去掛，到底2021，我買這間厝時是應該是2015，還是2016啦，所以過了後咧，我就再講人無勢啦，過了無夠一年。冇啦，你身體病無管到這間厝，你搬了，馬上你看病嘛，而你病咧，古早你未搬本有了嘛，是講伊無安尼款阿咪咯，無安尼款食力咯，安尼款咯，而你若是愛知你身體安怎，我sebenarnya我愛問你幾若個，但係無爽去無方便，安尼濟人嚟，安尼無方便啦哈，我無在條問你咯。OK，我真正 respect 嚟個 privacy 嘛，我無在條問人嘛，關咯。Maybe 你 after 落 email 時你計講你無你。你會使，若是你會使為我表見，我可能我唔嚇。哦，阿里巴巴表見嘅時候每個會使講喎。我是應該是無咁樣啦。表見 OK，無代誌啦。無代誌。你這個病我問你是大人古早安怎對人？安怎講？你是大人古早安怎對人？哦，你是講你病無啊？你媽你爹伊對人安怎？對人好無？我就講我爸對人是真正 OK 啦，真正好啦。我媽咧是會加迄個淡薄啦，但伊人加安怎講啊？我媽安尼，因為我媽是唐人嘛，伊會加性地加無像加華人較歹的無歹啊，反啊，所以伊會加對，會加較赤，伊袂講我伊斯蘭嘅是講會加對，會加赤，會加解構啦，會加解構人啊，解構只幾時嘅人。伊叫我驚啦。你病蚊呀？你病蚊是也都發生了嘛？咪笑也袂了啦，是講我問
你爸你媽對人安怎好無？因為當時咧，我人做人無，我人毋知，我人無啥得無，我人有得罪着人安尼款，就當得罪着人，人就咒罵你咯，講你無好咯，人會使甲提供討嘛，希望話即個人會子孫無好勢啊，人毋知嘛。對。jadi itu TIT lu lifestyle 有可能有安尼款無安尼好啦，你 lifestyle 有可能你做乜，你問你家己，你古早後生點是安怎？可能是我做工咧，我是會較 strict 淡薄啦，可能是會較安怎講啊？因為我頭家落來就是我咧嘛，我較早做工是我頭家落來就是我咧嘛。了後我嘅下人是真正濟嘛，所以講人嘅 control 伊人安怎講做物件無咁人哋就是因為人較 strict 嘛，為公司嘛，對唔對？所以會較迄個咯。係啦，我人安尼款嘅物件，我人袂使講。kalau si Chowki supranatural bisa, walang ayong logika juga, walang ayong logic tampo juga. Walang ukoling tak lang sinte labin u kanker virus. Siko walang umcai, walang antibody kuyong untuk fight kai, biar walang butuh cancer gitu loh. Jadi ukoling si lu singku uka Tuan lah, wahami jadi lu antibody suka lu kanker kemungkinan lah. Suki si Bandung lang mah ho. Mana kau wahami mikir kong ajon tu bo. Isai kong. Ikan lah ho, mana kong tahu kong Malay kat ikan sen tu. Bo tai ji. Okay. Ni maybe si kong anjau si kong kemungkinan lah saya kebanyakan tu saya kerja tu dari pagi sampai malam. Lepas tu kebanyakan rehat tu memang tak ada. 1 tahun 365 hari tu memang hari-hari saya kerja. Itulah. Ya. Sebenarnya nggak masalah. Mau kerja bagaimana capek pun nggak masalah. Yang paling penting kita harus sadar bahwa diri kita sendiri itu ada sel kanker. Ada potensi kanker. Jadi kalau stamina kamu tidak fit, kamu capek, antibody nggak kerja maksimal, pasti kanker itu naik. Yang menekan sel kanker adalah kita punya antibody. Betul. Kita fight di situ. Okay, tapi setakat ni saya tak ada masalah dengan sakit saya sebenarnya. Pasal apa? Pasal kita orang kata tadi, saya dah reda. Minta maaf Sukri ni apa ni orang Islam ke atau saya Katolik. Tapi nggak apa-apa, saya mengerti tentang Islam kok. Sebab awak orang Indonesia memang awak kenal mengenai tentang Islam kan. So saya dah reda. Sebenarnya saya dah reda. Selama beberapa tahun ni saya sakit ni memang saya reda. And then saya ni orang kata apa ni? Dari mula sakit tu sampai sekarang memang saya dah orang kata hari-hari memang berdoa dengan Allah Taala, dengan Tuhan kan, supaya kita orang sentiasa boleh hidup apa kata apa ni, aman dengan selesa, jangan ada jin-jin apa semua yang duk diganggu. Dan sebenarnya saya punya risau tentang orang rumah saya, sebab orang rumah saya adalah kakak dia tu memang kuat dengan benda-benda macam ni. Takut kakak dia yang duk ni kat dia lah. Faham kan? Maksud saya faham kan? Tadi awak cakap sama saya pun saya sudah tanya, awak punya teman yang di sebelah. Sebab kita manusia nih lahir tak sendiri. Kita pasti bawa teman. Yaitu yang tidak kelihatan mata. Makanya dia tadi bilang, sebenarnya awak nih orangnya logik. Tidak percaya, oke, kamu sudah bicara tadi ke mereka bahwa kamu tidak percaya begituan, tetapi kamu harus tahu bahwa manusia dan alam begitu itu diciptakan berdampingan. Ya, betul. Janganlah sampai kita tidak percaya tapi malah melecehkan. Okey, andai kata gitu. Kalau saya nak elakkan benda-benda ni macam ni, ada tentang macam keluarga saya ke apa ke, nak elakkan orang perbuatan niat jahat kepada keluarga saya harus lakukan bagaimana nak lakukan untuk halangkan benda-benda macam ni kepada dia orang?
Sebenarnya dalam Quran sudah dijelaskan bagaimana dan Ya jelas betul. dalam Quran pun ada dikatakan ku ampusakum wa alikum naro. Ya betul. Ya kan, bahwa kan elakkanlah keluargamu dari sisa api neraka. Ya betul. Kan seperti itu. Jadi Al-Quran sendiri pun sudah membentengi kita bahwa kita harus seperti apa. Ya betul. Awak tidak perlu jangan terlalu tersugesti bahwa oh saya begini karena itu. Tidak. Allah Tuhan sayang sama kita. Yang Ya penting betul. kita berbuat baik, ikhtiar Ya itu harus betul. ada. Ya betul. Gitu loh. Ikhtiar harus ada, nggak bisa tidak. Artinya apa? Segala sesuatu manusia itu ada batasnya. Ya betul. Biar yang di luar itu kita serahkan kembalikan kepada dia. Ya Yang betul. penting habluminallah, habluminanas itu dijaga. Ya betul. Okey, Encik Sukiri. Macam ni lah. Kalau yang tentang benda-benda macam ni, nanti kita dua sembang peribadi. Pasal apa kita Tiap, sini? tiap, Kita tiap, pun tiap. malu dengan grup Boleh. Dia pun kena harus kena ni kan. Tiap, Saya tiap, tiap. minta maaf sangat-sangat dengan John Dia sangat lagi Nggak apa-apa, Sorry nggak ya, apa-apa, John. santai aja. Dia lah Makanya cik silang tadi kan suji saya ni tai tanya, chi. kira-kira Tio.講嘅就好聽啊，我梗係熟聽。而家好聽。呢啲我這禮拜一單位這裡全世界講馬來西亞無是講你講淡薄讓你聽到陪陪啦，是聽或者頭我妹，啊。誒，淡薄下我要解釋，我無咩好聽一句，我妹已經淡薄換地無，哈係咪關咯？淡薄伊講嘅一句我無咩好聽嗬，啊，阿你爸爸，就是你講下面格格誒，我無咩好聽，下面格格下面。你知啊？哦，我是講外婆會知。哦，OK，咱 OK，leave it at that，咱家己數字是個講，哦，伊有上去教插較濟迄個，佢幾時時嘅物件，咱都是講，係哦。對。哦，OK，不要緊，這即啦，一時人都講啊，啊，即一時人係你講。因為我全目睭看到是葉子啦吼，伊直直講咧，人講咩啊？接，聽講接咩啊？接龜，我人叫 hysteria 叫咩啊？哦，hysteria，接龜啊，我唔了解啦，伊直直 hysteria kerasukan， kerasukan。對，直直jangan 即係咩 hysteria 哦，等你無久啦吼，伊會變得上下是想會無捌人嘅喎。伊無大個人啊。Nah, lu kok histeria ya? Lu lang na kong histeria, lu lang ay chay. Isi stres, depresi, asi jipui. 嚇，無想嚇。因為一直冇啦，葉子啦嚇，葉子啦嗬。Lu ay mo iya sewa anjua. Stres mo. Ay berarti stres. Depresi. 一舊年。一生到舊年咧，一生到舊年，每到舊年離婚，每到舊年離婚，誒對直直去隨無麼？哦，直直去隨無麼？貴個啦杯啦，嗬，直直 hysteria，是嚟看咯。哦，原來問潮嘅啦，你運動你成潮咧，我只驚啊，你知哦。運動特別，我驚。潮咧成一隻人啊，我驚。運動潮咧成愛食人嘅。冇啦。因為咧，你講係，但係你講就係講，伊就是想到講，伊經濟嘅物件一頓，我驚。OK， 等陣，我咪講人哋即係個是你嘅，叫咩暗潮？暗潮。你講嘅好，你即係有幾時個時間有只條別個人出來人啊，那個人出來人個無到正通講，人是好人數錢自己講啦，咪到正講咯啊，別人嘅數，特別我是講，是聽了，哎呦，哇！同我攏講是 exciting 哦，我係 video 發放阿龍嘅邊個，我係邊個人 react 對人講。OK， 我。先運動，拍攝嘅老人咯，不要緊，拍攝，不要緊啊！แล้ว運動咧，運動我唔每個先數點啊！你頭正人講咩運動，叫運動起來講直接是個啦，運動講嘢告訴個啦，是唔是？伊有一個伊無 update 嘅helicopter 嘅。哦，特別 helicopter 是數錢講嘅嘛。
做演嘢啦，我喺冇數咯。哦，都特別叫 helicopter voluntarily 起嚟講啦。我唔知佢上面嘢就，你就辦東教我講佢面嘢就，because 辦東要自己一講我全部冇好事咯就。So 我做 privately，I mean 我即不是我 private 本來特別唔要緊啊，我淨係我是講後年嘅。伊是會 protect 你嘅 privacy，你個基本 volunteer 講是啦。咁我 after the session 咧，我可以咯，所以我有計講電話咯就，一直叫我做正物件。就是講這是到對你邊個嘅處校？動劍庫哦，讀一間，哦，是，動劍浪看掉一間，嚇 ，OK。如果我係已經會被實冚嗰陣，哦，就知當時你開掉，所以我咪開掉咯。但係嗰時候物件你講，你我一叫我見俾住你 wind chime 就，我就係見俾 cheap 嘅 wind chime 就是講風吹佢就是叮啷叮啷，就是係咩到㗎啦。你講響掉咧好同步，即係叫紅鈴嗬，當時叫吊紅。紅鈴掉嚇。So 我 actually 我講我唔知做咩事啦，我按啲嚟。我有一個安迪 cleaner 嚇，伊嚟講我洗厝啦，佢又話我點有做事啊？我就係見佢冚嘢啊！我就係做我就係見喺度，我想哇，見住安迪嚟，我未必夠快。夾見啫是，呢就冚開咗，我就係見我就係見佢冚嘢。夾見啫是。特別我冇特別 actually 我 until today 我 still 係聽到聲過嘅咯，係咪聲啊？你就是我甲人講過咯，就是你車馬嘅聲啊。哦，鏗啊，有冇啊？車馬好像好像就是講有一個度喺對面嘅啦，唔係都嚟聲。特別有可能是，因為有動聲啊，就是而家做嘢動聲冇。哦，我是今天走去看走下，冇物件，冇鳥豬，冇蝦米冇，咁樣做有佢哋聲咗，我 always 聽到嘅咗。啊，睇 David Chang 到底 YouTube 佢講 wind chime can attract spirits 本。特別 Sugri 講講，伊 attract 咧可因為掉啲病嚟，所以別做亂。哦，我聽到對唔對啦？別其實你運動教我講啊 wind chime 咧，伊會白掉樣。我前面其實我會。亂㗎了啦嚇，運動會使啊，是南西㗎啦。你都唔知我同你講，我未特別亂講，我成日有人看你，你看你感覺我講我就少有你看你 feeling 嘅嘛。我把你家頂一禮拜搬 office 了，我就啲倒下手人貼物件咯。因為有一個唔是一個講到一個好位一個行路呢嚇，我在搞平時。我直接感覺到成個，我冇想講是鬼看到我是想講我係當樹徛到啲黑邊，所以我直接看起來，冇人誒，攞三刀，所以我唔知講係你新嘅表，特別新嘅 building 比頂到舊嘅 building 較新個，所以係你舊嘅 building 是較垃圾，我挑佢只這物件啦，這邊新嘅我都唔知有冇冇咯。我實在新嘅 building，我成日 feel 到成部行過啦。特別我啲感覺到成日有人徛喺後邊看到我啦。我唔知係咩物件啦。即係有當時是 object 啊，你想有一啲物件，你看起來成一個人嘅身咧，所以你目睭成 recognize 講，成日有一個人嘅看起。特別我看起其實是無感覺到講有成個人形嘅可能。我是 feel 到講有一個人看到我，直直頭直直夾起來，因為我是想我是當初你是 Apple 嘛。有個只一人做工，入也搬物件入出出嚟看，特別我唔知做乜事揸，唔是張輝，張輝冇知道，我即幾禮拜到對面做，所以我有啲 feel 到實時到，你看你成個人看到我。有時講有幾個是我只係講 report 俾人聽。較濟是有啦，是你 feel 到特有人看到你。特別我冇驚喎，我冇垃圾安針，我冇成個講垃圾就驚嚇呐。我是想講，我有人當初，你咪是做物件，你頭下條做物件，你看到人行起來，你咪是想講，acknowledge 相者，你夾頭起來看住咯，特別夾起來無人嘅咯。安尼款嘅感覺。因為根本都無需要驚。我甲你講啦，你這個物件啦 ，actually 啦，甲人第四類多邊有關係嘅啫。哦，你講你 parallel universe。有關係咯 ，because 我就看你戲你過後，我去讀淡薄，甲一個寫一個甲一個 topic 有關係嘅，上下是有關係。OK，確定，我確定到底嚟，我已經聽起啊，I think，未必聽起啊，這 episode 啊，人哋是幾 episode 是後尾放嘛就，
嚇，頂一禮拜兩天對，就是你 parallel universe 咯。你個看起來就咩？你做咩事看起來了目睭？你個隻隻就聲。我看到我電視機嘅 result。哦。你看到人講 live 嘅 result。豬出聲啫。咩聲？冇啊，佢豬人冇幾包槍。我本是想有都有看。有人看咗你，你感覺？啊，是啊，我常常有嘅啊。有時我到啲做掉我嘅物件啦嚇，即一邊過看，你無半行啊，直看啥有人看到，有人看到啊。我頂到唔捌有呢感覺，我真係少有呢感覺。我而家是有咯，我破病了後是我自己我處理嘅嘛。你講阿里巴巴，我都唔知啦。我嗰第二個歌數是講是正古嘅歌數嚟，佢有一個我大佬講過咧嘛。嚟講下聽。講多呢啲啊！我上個是甲迄個物件做坐上一個 lift，然後我定佢做工嘅時喎，我真正暗對嘅嘛，真正暗對嘅。然後有時對到厝3點。然後我迄陣時我無住即間厝過啦，住北間厝啦，我是上即個上即個 flat 啦嚇，住北冇上間啦，冇上 block。我就講辦公對啦嚇，2、3點冇上 block 冇上間厝，然後2、3點啊，然後就無人咧嘛，真正順意嘅嘛，然後我就家己叫一 lift 去第14樓無錯嚟講啦，第14樓，然後我就感覺講啦嗬。呢邊有成有人咧，但是一邊嚟幾邊去看來看去，看無人哦。你死角嘛，對唔對？我一頭多個角地尾去看啦嚇，無人啊，無半行啊。你我出 lift 了後啦嚇，出 lift 了後我諗出 lift 了後咧要搬三嚟出口人生嘅嘛。上一個 Y shape 嘅嘛。出口Y shape。就講wing wing 1 wing 2 wing 3嘛，對啊。然後我係是 wing 3嘛，我行到 wing 3嘅時候，我係厝嗰時住到中央，你知我諗即係一個 wing 我有差不多只是12間厝啦，一個 wing 有12間厝啦嚇。我係厝是住啲中央位你知哦，中央位，我行嘅時咯嗬，我感覺講有一個頭啲看我你知哦。然後邊個看時就無喎，邊個看時就無，常常掉誒，即款啲物件常常有誒。然後我多數我看到嗰啲物件，我感覺嗰啲物件時啦嚇，伊就唔出來互我看喎，所以講到馬路我無相信就是嗰啲問題咯。過了後，我會記講啦嚇，過了後啦嚇，無久嘅點時啦嚇，我就破病，就是去開刀是咩啦？是應該是。crystal 嘅都是有咩我都叫啊咱講食無順係咩咧？叫係咩咧？叫係咩咧？哎呦死！咩？地層？甘蔗，唔是啦，食無順啊，食甘蔗啦，甘蔗啊，唔知啊，我唔聽咗。甘蔗是生糖喎，冇多。真正甜就，咱嘅胃真正甜。胃甜。咱胃真正甜。掉積。是啊，是叫胃甜嗬。掉積啊，頂是。掉積，我表演咗叫。未消化，他們食未消化掉積啊。你英國掉無地咧，應該會曉講。這是樂觀嘅名嚇，別見咱凊彩講咧，無地人講什麼有結婚，什麼你鄧人先生。凊彩講啦，一過了後嘅時啦嗬，我就多樓啦，多2節樓啦嚇，我多樓嘅時啦嚇，我多2人嘅嘛，我多半嘟啦嚇，多半嘟啦嚇，搞咁嘅事啊！半2人嘅嘛，我半徑啦嚇，我半徑人啊嚇。我半徑啦嚇，我係記講啦嚇，我大迄徑啦，是我10徑啦嚇，我半徑無人嘅呢度，你報名時本是有係咩咧？有啥爭嘅機會有人綁迄個袋叻嚟會綁啊？叫咩？maybe 有你 automatic 嘅咩？搶水啊！搶水伊唔是 automatic 嘅啊？你過了後啦嚇。
唔是，就萬長追，整個人嘅手輕款。哦，特別呢啲節者嘅，唔是，呢款你唔是automatic嘅嘛？伊壓電把槍啦，伊講唔是電把槍，你想咧 flash，人截掉咧，你手就變節者啊 ，brush 嚇，你是用手啊款，伊唔是節嘅喎，伊是用翹落嚟。哦，你較固輕嘅，即係一條索安尼條嚇。你斑嘟咧，嚇，結果迄個條是掉去面頂嘅嘛，伊咧即是多啲下骹多啲人嘅把隻後尾呢。你突啲有聽到你睇哦，啲有聽到，你我都無困啊，都無看到人接來啊，安尼款啊，แล้ว過了後我就攞節多喺邊啦嚇，攞節有肯定數咧，我就對啦嘛，就對了後咧時哦，我暫時我未夠熱咯，我是多rumah bujang嘛。rumah bujang 嘅時，我對佢講是，我破病嘛，我因為我厝位我到rumah bujang 時，我無隔底咧嘛，我是困土卡係一個地冧嘅嘛，แล้ว無方便嘛，因為我報道嘅時無方便嘛，我就困廳咯，廳有 cushion 嘛，廳有 cushion 喎，แล้ว我有一個病，伊個是算起來是會使算起來是我嘅某嘅籍嚟咧喎，算起是我嘅家己。ซึ่งว่า friend เดียวแล้วบาลูโบตีแล้วฮะซึ่งว่า friend เดียวแล้วก็สิว่าบ่นะจิกแล้วแล้ววันหลังตัวเสียงเก่งชู3年人嘛參朋友ซึ่งก็เลยสิวันกะจ้าสิ朋友แล้ว我無甲我บ่甲面嘅事就唔是我唔是伊唔是我嘅จิก嘛是我人朋友呢嘛對แล้ว我就困聽แล้ว哦一般暝起來去toilet嘅時啦哈一看到一個烏影刺了我嘅腳嘅喲！伊看到烏影刺條我腳咧，伊出來咧，伊烏影看要走，伊烏影看要走，伊成日看到伊甲我講啊，款啊，แล้ว規搞我，你知啦，我人會教嘅人嚟講，伊人有看到我啲物件，蝦米喎？伊人是睇到我人會念法蝦米嘛對，所以伊就念，伊講伊念咧，伊就走咧對。你走咧嗬，過節嘅時，伊覺得看到覺得迄個物件跌我嘅腳，我都無感覺，我行喎，是安尼款了咯。哦，過了後我好了喎，我就去做工了。我去做工咧，覺得暗頓嘅時，我再常常有拄到迄個物件咯。常常有人會去感覺講有物件看人了咯，但是我都無看到伊就是安尼款咯。安款了咯，過了。一看啊，無相信你講啲物件發生在身軀裏面。是啊，所以講到尾，我嗰時未相信過咯，就是安尼款咯。上擺我都係伊是 model 嚟，伊是像個 X-File model，I want to believe。呢個都有嘅。你無相信嘅，佢都 continue 嚟講嘢啊。唔是，人我係人是安怎但是你看到迄個物件啦，我梗係去接受。我無看到，我是無相信。我係人是係你 skeptical believer 啊哋。因為愛相信過買相信啊。是因為即款嘅物件，無講物件啦，因為可能是關係就講我做工嘅時喎，人做工嘅點時，人愛就係講，安怎講啊？你嚟講，你係做一個putusan啦嚇，比如講迄個人講，即個人無好偌即個人做嘅物件無好，係咩啦嚇？你唔知頭唔知尾啦嚇，你就去聽迄個人啦，你唔知半項嘛，你未做一個人就講。正確嘅答案喎，你就去hukum迄個人是無好，無呢？你未較濟，你未 research 個了無相嘅 side story 啦，你想無相方面嘅故事，你未使一邊講就相信你看啊。伊就看個了，伊就看個了。一看個了，人家會相信，人家會做一個keputusan，講迄個是對嘅，迄個是有嘅，安尼款咯。putusan。哦，putusan，決定。當然我被決定。你講。即個物件你看到，你講兩世嚇。你若講即個垃圾物件啦嚇，即個垃圾物件啦，若講互我就講，我有感覺到迄個物件啦，我無看到過嘛，我就算未去決定講。真正有，嗰是無個咯，是安尼款了咯。明白。我當然我putusan呢，就是我互人看我係食物件，我係 food camp 來啊。
我看到我 food cam 啊，等陣我哋哇，我後尾食，你常常食好料嘅。哎呀，試我咪佢有冇食嘅好啊？硬啊！哎呀，試等陣我 try 下。哎呀，試你講先啊！諗無水啊 food， 即係你看 neutral 啊，即 neutral 無會，哎呀，話麥啫。等陣我琴日鬼聲無，我聽我成日要食鬼呢，我琴日鬼 music 聲。แล้วลองขอดูว่า camera บ่อ่ะลองขอดูว่า food camera บ่ขอดูว่า food camera โอเค特別冇 center 嚟講啊。เนี่ย我瞧瞧啫 OK 這是我按怎麼解起來啊哦你話伊啊伊這個邊啊這個啊即係把肚小小嘅就係只個麥克風我做小小所以我我咪夾個鼻拎起攏看到裡面什麼哦omelette 啊呢種係水啊伊 omelette 一把 omelette แล้ว幾把แล้วไข่แล้วก็มี哦你係大你啊你筍哇我做哇嗰少少個哇其實講佢哋酸菇嘅時我實食แล้ว一個好即係豆油淡薄啦แล้วก็有白胡椒加cuscaro好深你家己炒啦呢 I think 是依些是 instant 嘅咪是哦那是 instant 嘅instant 哦 instant 嚟嚇特別炒個有時間有菜嘅咧依記了了嘅當今講我一邊先感謝大家睇下我開到啲會但係上面會請食嘅會請食嘅會感謝大家這禮拜都對嚟看話要死位肚你看查就冇好你係笨蛋嘅嚇，我會喎。佢有笨蛋。我會喎，我頂住咪成我是我斜講下，我斜講我做物件嗬，我做物件我斜講我一邊我要去開我就我把衫咪買啦，我咪是結果一盤出來咯，我都插落去啊嗬，我就要見就我看到都插咗，你看下我琴日個 Q 起來行來個去我 stove， 我唔係笨蛋喎。即係咩事？我笨蛋，平常時有啲物件我冇笨蛋啊！即係我嚟想想，哎呦，唔係咁好啊！一個 Q 出嚟。感謝特別嘉賓，即係禮拜特別嘉賓。啲 Google Meet 嘅啦，個有Google Meet 串兩人呢，串阿三六三加下你呢，加阿龍呢。แล้วก็ Clubhouse 係人嚟講故意講述嘅啦 ，Clubhouse 係一大電嘅啦。即係運動每期嚟講，แล้ว即係主要係咧。背山是住咧嚇，蘑菇啊？唔是啊，我背山鳥身是蘑菇啊嚇。哦 ，OK， 哈，對我看到伊名啦。哎呦，我看伊食咩物件？雞卡啊，啥物？唔知伊係咧食物件，啥物唔知咩？伊困嘢啊頂。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咧再見，佢到底嚟聽鬼故事，拜，感謝，拜拜。講拜拜大家，拜拜。YouTube 嘅人頂一禮拜冇看 episode 咧，到底這邊會訂了，這邊頂面會看下咧 subscribe 伊 content subscribe 訂看訂聽了我現條錄音就通知你啊，出新 episode 是會通。